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整一個經典嘅千層麵，啲材料係比較多一啲嘅。呢啲係整白汁嘅材料，而呢啲係千層麵片同埋鋪面用到嘅材料。呢啲係做肉醬嘅材料。而家嚟製作肉醬。燒熱個鑊，然之後落油，啲油熱咗之後，我哋就擺啲肉碎落去，將啲肉碎炒大概3分鐘度啦。倒佢出嚟備用。重新燒熱個鑊，落油，放入洋葱粒、蒜蓉，再炒3分鐘。3分鐘後，倒返啲肉碎入去啦，攪勻佢，加入番茄醬同埋水，茄膏。仲有百里香、迷迭香同埋牛至，同埋雞粉、鹽、黑胡椒，將所有調味料都攪勻啦。慢火煮10至15分鐘。煮好咗嘅肉醬，我哋擺埋一邊備用啦。跟住我哋製作白汁，我哋用中火將牛油放喺個煲裏邊煮溶佢，逐少咁將麵粉加入去。每次都等麵粉同埋牛油攪勻咗之後，先至再加入麵粉。當所有嘅麵粉加晒入去之後呢，就變咗一個麵糊。然後將牛奶都係分開幾次加入去，都係一樣啊！先攪勻晒之後，再加油少少。將牛奶攪到冇晒果粒，將佢煮10分鐘。加入芝士碎，攪勻，令到個醬汁變得順滑，同埋啲芝士融化。磨碎啲帕瑪森芝士，
醬汁已經順滑啦，同埋啲芝士碎都溶晒啦。咁呢個白汁已經完成啦。而家開始製作千層麵啦。用一個可以放入焗爐嘅焗盤，預熱焗爐200度，煲啲滾水，倒啲油落去。我哋唔需要煮滾佢嘅，只係熱住就得㗎啦。我將佢較中細火，將啲千層麵片放入去，大概煮佢2分鐘左右好啦。軟咗之後，我哋就將佢拎上嚟啦。將肉醬平均咁鋪喺焗盤上邊。第2層我哋就淋白汁，跟住就將啲千層麵片放喺上邊，將麵片剪裁到合適嘅尺寸，如此類推咁，我哋將其他嘅材料都鋪上去啊！將剩低嘅肉醬同埋白汁均勻咁樣鋪喺最後嘅一層。鋪上千層麵片，平均咁將2種芝士碎灑喺上邊，用錫紙輕輕咁蓋上去，中間唔好俾佢掂到嗰啲麵啊！咁樣佢會比較冇咁乾。將錫紙嘅中間谷起，咁就唔會黐到㗎啦。放喺焗爐嘅底部焗佢40分鐘。將錫紙拎走，再焗多佢10分鐘。經典嘅千層麵完成啦！